乜嘢？充電期間嘅時候整一杯咖啡，18克一斗，攞出嚟，你呢度設備睇到個最大嘅個架邊櫃，去到邊個地方都可以攞到就隨時上都可以用到一杯自動咖啡。屋企嗰啲咖啡機同商用啲咖啡機一樣嘅。呢個時候有幾塊冰嘅話咧，呢個咧就啱水嗰個追。等待就1分鐘左右咧，水出嚟就咁效果啦。常溫嘅水，又知幾豐富。而家咧最簡單一種方式咧，就係用身邊嘅礦泉水，常溫嘅冰嘅最好嘅。得咗啦，就係飲用先先乜嘢？一杯美式就係咁完整啦。